究竟情人節點解要送朱古力？喺大概3世紀嘅羅馬，當時嘅皇帝克勞狄二世，佢會迫害啲基督徒，唔俾佢哋結婚，而神父聖 Valentine 就唔抵得，竟敢違抗禁令，偷偷為戀人結婚啊！跟住佢因為呢件事俾人處決咗，佢死嘅日子2月14，漸漸就俾人用咗嚟紀念佢，變咗做 Valentine's Day， 而呢一日就變咗同浪漫同愛情拉埋嘅日子啦。咁至於點解會送朱古力呢？因為14至16世紀，朱古力已經當成愛情同埋快樂嘅象徵，因為佢可以令人哋有愉快嘅心情，充滿愛意啊。然後啲人就用嚟當情人節禮物咁送俾佢哋嘅情人啦。但係大家要留意黑朱古力啊！最近加州做咗一啲黑朱古力嘅測試，發現喺28個樣本裏面，好多樣本嘅 lead 同埋 cadmium 都超過上限啊！我就 cap 咗圖 show 俾大家睇乜嘢叫做好啲嘅選擇啦。朱古力係好食，但係記住啊，佢哋不但只有高 heavy metal 嘅問題啊，但係食得多呢都會有體重管理嘅問題噶。好啦，今日講到呢度，中意嘅朋友記住留言啦，Happy Valentine's Day，拜拜。